主席，我想講嘅提議咧，基本上法案委員會主席都包含晒㗎啦。咁但係咧講多兩次咧，政府咧就會聽多啲啦。聽嗱，今日喺立法會審議商船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嘅條例草案，係要實施2009年香港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拆船公約，下稱公約，履行國際責任。公約喺2009年喺香港達成協議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提升咗香港嘅地位。點解咧？因為我哋亦都可以叫做香港公約。如果大家都知道紐約公約，就會知道紐約公約係做咩嘢嘅，就係關於仲裁嘅。所有做仲裁嘅律師咧，你一講紐約公約就知道係咩嘢嚟嘅。咁所以一做船咧，知道香港公約咧，就知道係乜嘢嘢嚟嘅。公約咧係旨在咧處理成員國同埋其他有關各方涉及拆船各種嘅問題，確保咧唔會咧喺拆船嘅過程之中對人類健康安全或者環境構成不必要嘅風險。2023年呢，國際社會滿足咗公約嘅生效條件，就將於喺今年嘅6月26日正式生效。作為公約嘅簽署地呢，我哋要多謝國家批准香港率先立法。公約嘅簽署國呢，係包括全球3大船期國，即利比里亞、巴拿馬同馬紹爾群島，仲包括全球最大嘅拆船業國家，即印度、孟加拉同巴基斯坦。作為全球第4大嘅船舶註冊地，香港註冊船舶素以高質素同高安全標準著稱㗎。而家香港係有超過2300艘註冊船喺香港航行緊。香港應該要盡快加入公約，以保持香港船期嘅質素同吸引力，以規範喺香港註冊嘅船舶。無論身處何地，都要遵守公約嘅要求，減低同拆船作業有關嘅風險，履行國際責任。除咗立法之外，我希望特區政府要積極同國家商討，點樣可以協助發展全球嘅拆船業，更有效咁樣執行公約，將公約轉化成為香港拓展一帶一路嘅商機。咁當然，我哋香港喺呢個拆船嗰方面呢，就其實已經係冇乜呢種行業㗎啦。國家呢，早於呢2019年呢開始呢禁止進口廢鋼船進行拆解，只準自己造船、自己拆船。目的呢係要減少環境污染，並推動廢船拆解業嘅綠色升級。如今我國嘅拆船業咧已經逐漸形成咗一個有序環境嘅產業鏈。即使咧我國禁止進口廢船，但未來20至30年咧，我國咧所面對嘅廢船咧將會越嚟越多，因為我國嘅造船業咧太厲害啦。商用嘅船產量咧從2000年咧佔全球嘅5%，到2010年咧大幅增至40%。2024年呢，我國咧更接到咧全球接近75%嘅新造船訂單。由於船舶咧嘅壽命一般只係有幾廿年，未來5年呢，我國咧可能咧要處理越嚟越多嘅廢船，即係咧國內嘅拆船廠咧需要擴大規模。此外，其他拆船嘅大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土耳其等，都需要為咗符合公約嘅綠色拆船要求，而需要對現有嘅進行綠色升級。我國嘅綠色環保嘅拆船技術呢，係可以出口去呢啲國家，協助佢哋綠色升級，建立環保嘅拆船產業鏈。全球拆船業嘅擴大咧規模同綠色升級呢，都需要大量資金支持。香港呢，可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協助世界各地嘅拆船廠進行綠色融資。呢一點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嚴幹議員都講過啦。順便呢可以協助到香港發展 ESG 綠色金融。特區政府應該要把握機會，協助香港同國內商家去嗰啲拆船大國宣傳香港金融
同國家嘅綠色查船技術，咁樣可以咧有助香港拓展一帶一路市場，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嘅地位。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